大家好，又係貓大同大家講新股嘅時間啦。今次呢隻 IPO 咧，同期咧係有兩隻同一時間招股嘅。咁啊，嗰一隻咧叫625 Shein 啦，希音我哋叫，咁啊一間1000億嘅跨境電商獨角獸嚟嘅。咁啊，另外呢一隻咧，亦都係同 Shein 同時間上市，就係講緊係一個梅卡曼德機器人9615。嗱，其實你聽個名你都未必知佢真係做機器人嘅。呢間公司上市咧，無論喺個名或者佢做嘅嘢咧，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用呢10分鐘入邊，咁啊，又係啲 AI 機器人第一股啦。咁啊，招股啊，一定有呢啲咁嘅 brand 去走出嚟，去吸引大家眼球。究竟抽唔抽得過啊？18C 嘅一個公司啊，再加係機器人，今年熱門2026年重新嘅一個講嘅一個賽道啊。咁啊，一陣間同你講下，無論基石或者係賽道上，應唔應該值得今次去抽一抽啦。開始節目之前，記得 follow 阿貓最新嘅 Instagram IG 啊，舊嗰個咧已經俾人封櫃咗啦。希望有緣嘅話可以攞得翻，冇緣嘅話唔緊要。follow 阿貓最新 IG MEOWPLUS_HK， 下面留言欄嘅話會睇翻我嘅最新 IG 連結，記得撳翻入去啦，有最新嘅資訊同埋社群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嘅。事不宜遲，咁啊講一講間公司先啦。梅卡曼德 W 啊，其實點解會叫呢個名咧？我覺得係關嗰間公司本身嘅英文名事嘅，叫 MECH 啊。咁啊，我驚都讀錯。咁啊，好多人就將呢個拼音變翻做中文，就叫梅卡曼德。但係原來咧呢個名本身嘅意思咧係形容為機器人嘅大腦。嗱，但係最搞笑嘅地方咧就係咧，點解我要分享咧？就係話，因為梅卡曼德就係機器人大腦啦，但係佢唔係做成個機器人成個本體嘅，佢係做入邊嘅組件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同對標市場上近排一啲機器人嘅半新股零件咧係有少少相似。嗱，市場上而家上市公司嘅賽道咧有兩大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嗰啲人形嘅機器人啦，第二就係嗰啲機械臂啦，第三咧就係嗰啲講緊機器人嘅組件。咁啊，賽道幾分明嘅，而且而家越嚟越拆得勁仔細，去跟住 A 股咁樣抄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佢唔係整成部機，佢係整部機一啲核心嘅零件，例如有啲乜嘢咧？就係一個腦啦，跟住一隻眼啦，同埋一隻手嘅。我曾經試過上過 YouTube 睇過咧，佢啲應用嘅層面咧，其實大部分都係擺落去一啲工業用嘅機器人度，所以嗰啲一級股東咧，或者係可能係啲基石嘅投資者啊，未去到基石嘅，即係嗰啲一級股東咧，其實好多都係同一啲工業嘅有關嘅企業有啲關係，譬如可能係比亞迪呢類嘅公司嘅。OK， 好咁啊，嗱，腦就依方面係咩啦？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佢最勁咧係中間嗰個對眼嗰個 3D 相機嘅視覺去做嗰個空間感知嗰樣嘢。咁呢樣嘢係我覺得喺個賽道上面都算係唔係好多上市公司會做緊呢樣嘢咯。反而可能係右邊呢啲手指啊、關節呢啲咧、內科鞋波呢啲上市嗰啲，咪就係有做緊呢啲咁嘅嘢咯。咁所以佢係手腦兼備啊，我會話係機器人嘅大腦股。好啦，咁啊，去翻前少少一頁先，想講翻少少一啲基本上面少少嘅資料。今次嘅招股價範圍咧，我略嫌覺得個範圍有啲闊嘅。咁啊，95.3至101蚊，講緊都5蚊嘅差距位置。入場份偏低，唔係一個加分位。咁啊，市值119億至127億，亦都唔係一個太高市值嘅機械人公司估值嚟嘅。咁啊，其實本身嚟緊仲會有一啲再高啲市值嘅機器人再出名啲嘅，但係好似仲未見到佢上市啊。咁啊，基石佔比66%，我覺得係近排 IPO 嘅基石投資者，如果講優質嘅質素，再加百分比嚟講咧，算高嘅。OK， 有綠鞋嘅，但係我覺得個綠鞋係咪真係咁重要咧？睇保薦人今次 fit 唔 fit 啦，因為中信證券同埋中信建投阿媽同阿仔同時出現喺呢隻 IPO 身上，我覺得係幾唔錯嘅。咁留意翻啦，中信建投建設咧，其實幾幫手啲內地 A 股嘅創科板同埋啲新興嘅產業香港上市或者 A 股上市。咁所以啲18C 公司唔難會見到呢一間公司做保薦人嘅。好啦，咁啊攞落翻去啦。咁啊，因為咧，我想講點解會話呢一間係一間幾得意嘅一間公司咧？因為其實佢係
即係手腦兼備係比較難得嘅。通常佢都係做其中一部分嘅啫，即係講緊嗰啲零部件嘅大佬公司。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佢喺個賽道入邊係偏向第一。我會話唔係一個細嘅賽道扮第一咯，佢係真係第一係。我會覺得係講緊由一個場景去到演算法，去到落去硬件個規格上邊，成個閉環模式，我覺得佢係真係做到嘅。咁啊，呢樣嘢就係靠佢個腦，或者落到去佢本身嗰啲 software 嗰啲收集數據係好有關係。咁啊，呢個位我覺得有啲教訓嘅，即係佢真係做到嗰個全球第一，佢唔係擦鞋邊咁樣話自己個細賽道第一。好啦，咁啊，賣產人點解咁值錢咧？其實呢樣嘢咧已經唔係講緊即係呢半年或者呢一年發生嘅事嚟嘅。自從機器人一出概念呢樣嘢咧，就已經炒飛起嘅。我想講呢個概念嘅模式。第二擺落去啲咩賽道度咧，就係嗰啲醫藥嘅生物科技公司度。咁啊，呢兩樣嘢。即係呢個概念擺落去呢兩個賽道咧，係炒得非常之誇張。當一個概念產生嘅時候，未去到貼地嘅應用場景咧，而呢樣嘢嘅模式係可以直接令個估值直接去提高。咁啊，所以雖然咧呢間公司咧係未有正式盈利啊，咁但係令到人 FF 呢個概念已經都幾誇張下。好啦，咁啊呢個就係嗰啲虧損收窄啦。咁啊，你問我都係喺啲 IPO 書度去揾俾大家睇嘅啫，都話到明係18C 呢啲未有盈利嘅公司，咁啊或者係一啲新興嘅生物科技公司咧，咁呢啲公司究竟個數據係咪真係咁着緊咧？呢個未必係重點，而上咗市之後追蹤嘅真正嘅數據，可能呢樣嘢先至係大家令到間公司係咪真係坐火箭爆升嘅一個重要條件。嗱，你問我，我覺得護城河黏度係 OK 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因為講緊海外佔比收入都50幾個 percent。咁當然啦，你話喂係咪就係嗰啲中美關係角力嗰啲公司嗰啲地方嚟㗎？咁啊嗱，佢覆蓋國家咧，我覺得都多嘅，即係講緊係50幾個國家。但係你見到好似美國都唔係即係我見到好似係有嘅，但係你見到唔係真係超級多啦。咁客戶都有成千幾間呢啲咁嘅位置。咁如果你問我冇咗一個客係咪個黏度會即刻失去咗咧？咁我覺得又未必話咁誇張。咁啊，抽新股可能頭先講嗰啲嘢咧，未必超級重點啦，反而係嗰個賽道 sexy，OK，基石更加之緊要啦。咁啊，近排你見到 Shein 咧，即係講緊基石都講緊有騰訊啦，係嘛？咁啊，今次依間基石咧冇騰訊嘅，你放心。但係好奇怪，呢間公司嘅基石咧幾多外國嘅基石投資者，而我係好少有喺近排嘅 IPO 而見到咁多外國嘅基石投資者。我記得對上一間好似有份嘅咧，嗰間魚子醬公司好似都有外國基石投資者，而今次呢間好多，即係無論係啲家族辦公室或者係啲公募基金，我都見到都幾多。嗱，譬如好似有啲我唔係好熟啦，可能觀眾有啲可能仲熟過我都唔出奇嘅。譬如可能呢啲嘅公司，我好似都未見過。咁啊，值得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一下，究竟會唔會之後又有呢啲咁嘅基石出現，會唔會再靚仔啲咧 ？OK，即係嗰啲表現啊，講緊。咁咧呢間公司咧有啲一級嘅股東喺前邊，譬如我見到有 Intel 啦、美團啦，咁呢啲係好前期，唔係透過基石已經參與呢間公司本身嘅股東噶啦。咁啊，慎防一下就會唔會上一市之後即係套現獲利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啊，呢件事咧，我會覺得喺基石方面咧，有啲係佢真係佢自己賽道有需要用到，所以參加呢間公司嘅基石投資者啦。有啲咧就係一啲比較出名啲嘅基石嘅外國投資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 OK 嘅，未係加分加到超 fit 話一定要爆抽嗰啲 feel，但係我會覺得係加分位。咁啊，上市之後睇啲咩咧？呢個都係重點。點解我會無啦啦加呢一頁落去咧？因為佢市值啦，或者行業賽道上咧，其實佢係值得之後可能 FF 嘅。可能你今次抽唔到，或者你見佢上一次觸礁劈咗落嚟，跟住個護苗唔係好護盤，其實都可以反而留意下佢之後會唔會乾身翻，會唔會上翻去？因為始終我對中信建投嘅護盤
信心唔會太差。如果你睇翻過往表現，仲更加之 OK，我覺得 OK 偏上添。咁啊，第二方面啦，佢第一日咧就入唔到港股通嘅，因為之前有一啲咧係可以直接納入港股通嘅。咁當然佢嘅條件上係未必納入到啦，但係佢嘅市值同埋佢個賽道上，其實佢之後應該係會納入得到嘅。咁呢樣嘢亦都值得大家去注意一下之後嘅走勢會係點嘅。好啦，咁啊，最後一個位咧就係嗰個風險嘅問題，因為呢啲公司咧，大家都知道咧，上咗市之後咧，劈上劈落佢都幾大波幅嘅，尤其是如果 A 股炒機器人就可能揀喂晏晝1點連或者2050咁樣上，咁啊呢啲就一齊炒埋啦，咁啊，但係如果佢一冇乜盤一劈落嚟咧，過咗個護苗咧，咁啊好大機會個波幅係極之大。譬如可能之前有一隻流福蟹波嗰啲咁樣，佢上落波幅係可能跌咗落去，跟住先破頂，跟住之後再炒，有呢啲咁嘅概念。亦都之前咧有一隻機器人公司咧，我仲好記得嗰一日咧上市第一日咧，佢100蚊 hold 住咗，跟住好多人咧就係咁沽貨啦。咁啊等咗3-4日咧，就低位嘣一聲就一級一級咁升，升咗2倍先至回翻晒落嚟。咁啊，我仲記得嗰個價錢亦都係近100蚊呢啲咁嘅位置，只不過我冇記得個名係啲乜嘢。咁啊，大家應該揾到嘅，但係機器人應該都係揾到嗰啲走勢。咁啊，所以呢個要重點小心注意一下，比較波幅大嘅股票。好啦，咁啊嚟到最後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咁啊間公司10分入邊，你會俾幾多分啊？係嘛？我會俾到5.5分嘅。咁啊，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勁 juicy 去抽咧？Shein 同埋梅卡曼德，我會揀梅卡曼德嘅，即係一定要二選一，揀一隻去抽。因為我發覺咧，自從老虎嘅 IPO 講咗之後，原來真係好多人會抽 IPO 喎。但係原來大家去抽 IPO 嘅諗法咧，比我想象之中嘅出入有啲唔同。不過 anyway 啦，贏到錢嘅話，你一定話我個睇法未必同你嘅睇法一樣，都唔出奇嘅。咁啊，一間未有盈利嘅機器人部件公司9615梅卡曼德 W， 希望呢個資訊可以幫到你。我下條片再同大家一齊去 share， 記得 follow 阿貓嘅最新 IG mail plus_hk， 係咁先，拜拜。